一个多么重要的决定。我们家庭生活里要比一般的夫妻多一些的包容。甜苦的生活中的不完美，亲爱的老婆，同样身为妻的你，辛苦了。同时必须要自此开启了我的育女生涯。 第12队红面龙上士苏雨晴小姐，举出新娘夫妻水辛苦命，心头黑头。好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你下来，走。 到中间，终其一生都能够终身，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决定。我们家庭生活里要比一般的夫妻多一些的包容。甜苦的生活中的不完美，亲爱的老婆，同样身为妻的你，辛苦了。同时必须要自此开启了我的育女生涯。 从预校、官校到入关。很少抱怨家会有遇到什么挫折。4个鸡，8个鸡。好了，时间到啦。我们再给所有新生热烈的掌声，希望每位新人。好，来这边来一张，这边来一张哦。好，6、7。